中南生活圈通勤月票 T Pass， 7月初开始哦，代替会有120台车头会当使用，计共会增设390台路卡机器。交通部长王国材早起嘛去视察演练。部长表示讲，7月初3是 T Pass 上路头一个上班日哦，若是袂顺，通勤族会真不满，所以要求代替得爱加强服务。那我们这边的验票机刚好停用，那你可以直接从那边出站。人排甲长路就踢伫 T Pass 专用出入口，卡片安怎路就是路袂过。原来是检票机故障停用，工作人员赶紧伫边引导后面众应赶紧出站。先生，不好意思，我刚刚要过，怎么不能过？结果，这个小姐因为无行专用通道，竟是检票失败，无法度出站，也无被扣钱。T Pass 通勤月票要伫这个礼拜六7月初1正式上路。早起交通部长王国材专程到台北车站观摩，模拟演练突发状况。7月3号就来因应大批的这个通勤族哈，有时候这个通勤族或许他会比较不耐烦哈，因为赶时间。同仁哈这边这个在服务上面哈这个。尽量让来服务这个我们所有的民众哈。外界看到 T Pass 正式启用了后，人流甲因为专用通道进出站，恐惊会塌伫遐。代替评估 T Pass 专用通道，录一张卡上至未超过1.5秒。对比代替原来路卡机出入1分钟差不多40人，速度明显有提悬。一共有提供390台的验票设备，专用通道会比较快。它这个是设定读卡机而已，专用现在我们测50个，好会比较快。代替提醒 T Pass 月票限定在区间车、技工区甲 PP 自强区，那跨越生活圈专程会用电子票证扣钱。以人流上济，台北车站为例，目前初估有将近15万人次会使用 T Pass。到时阵，若旅客伤过济，会将即卖出入口调整做 T Pass 专用通道，要拼年底进前整合完毕。记者综合报道。